蔡天鳳案件。案件編號 DCCC 140-2024，法庭記者陳子豪。蔡天鳳前家姑李瑞香表證成立，自辯指蔡另嫁譚方俊後，仍與鄺港智保持關係，覺得佢哋好亂。根據報章嘅內容，名媛蔡天鳳前年遭肢解碎屍，事後前夫鄺港智三父子被控謀殺罪。事件揭發咗鄺港智另外因為喺2015年涉及咗一宗嘅盜竊罪案，棄保潛逃被通緝多年。前家姑李瑞香涉嫌隱瞞其行蹤，否認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喺區院受審。法官陳廣慈今早裁定李瑞香表證成立。李自辯嘅時候透露，最初係由鄺港智介紹蔡天鳳認識同學譚方俊，話譚方俊好鍾意 BB， 所以契許即係鄺蔡兩名嘅子女。李瑞香就指其後譚方俊同蔡天鳳亦都生咗2個嘅小朋友，話鄺蔡兩人仍然保持良好嘅關係。李瑞香就直言，我覺得佢哋好亂就真。鄺蔡二人即係鄺港智同蔡天鳳分開啦，仲保持好嘅關係，同呢個男人生咗2個嘅意思。另外個男人又生2個，即係總共4個。好啦，繼續睇呢篇嘅報道。李瑞香就自辯只有份上門協助照顧個孫。被告李瑞香決定出庭作供，交代出身於香港，現年65歲，教育程度至到初中，曾經銷售時裝近20年，直至2016年因為生意不景而結業。李瑞香指自己喺1989年同結婚，2年後誕下長子鄺港傑，喺1994年再誕下次子鄺港智。李瑞香承認自2000年起居於將軍澳嘅尚德邨，直至2018年先至係遷出。期間2015、16每週有2晚就去到蔡天鳳、鄺港智喺紅磡嘅住所留宿，協助照顧個孫。指鄺港智介紹蔡天鳳認識同學譚方俊。李瑞香就憶述，鄺港智自16歲起就搬到黃埔，同蔡天鳳同佢媽媽張燕花同住，方便去到九龍塘上學。自己每個禮拜就提供數百元嘅零用錢。李瑞香又指，2012年尾得悉到蔡天鳳懷孕，鄺港智打算結婚。李瑞香就感到驚訝無奈，就話梗係唔想啦，認為鄺港智仍然太過年輕。鄺港智就指張燕花即係佢後嚟嘅外母，好鍾意佢。李瑞香為此就同佢嘅未來外母、未來親家商討。當時呢就話張燕花指鄺蔡兩人仍然未有經濟能力，我哋2個就一齊幫下手啦。蔡天鳳喺2013年、2014年1年而再誕下1子1女。李瑞香就另指鄺港智曾經介紹蔡天鳳認識佢嘅同學叫做譚方俊，話譚方俊好鍾意 BB， 所以就契咗鄺蔡2名嘅子女，而自己當時已經知道譚方俊嘅爸爸係做米線生意㗎喇。鄺蔡離婚另嫁譚方俊，但仍關係良好。李瑞香就續指鄺蔡2人2016年唔知點解成日都唔喺屋企，甚少碰面。某日蔡天鳳就帶住幾個月大嘅女嬰向佢嘅大仔介紹，你個妹妹嚟㗎，你叫妹妹啦。
即係向蔡天鳳個大仔啊。咁李瑞香呢，就得知蔡天鳳就同譚方俊生咗個 BB 喎。李瑞香唔知道蔡天鳳同譚方俊幾時結婚嘅，當時就深感愕然，於是乎就打俾佢個細仔鄺港智就詢問：喂，點解阿 Abby 啊，即係講蔡天鳳生咗個女㗎，同阿契爺譚方俊生㗎？鄺港智先至交代已經同蔡天鳳分開咗啦，其後譚蔡就再生另一個小朋友，就係譚方俊。咁但係呢，鄺蔡兩個人仍然一直保持良好嘅關係，會為對方添置新衣啊、食品等。李瑞香就直言：我唔覺得佢哋有分別喎，我覺得佢哋好亂就真。2017年，警察登門尋通緝犯鄺港智。李瑞香就回想，2017年首次有警察上門到將軍澳尚德邨居所尋找鄺港智㗎。有個差人就問 Alex， 即係鄺港智個名，即係咪喺度住啊？喺唔喺度啊？咁啊？李瑞香回答：唔喺度啊。警員就查閱自己身份證後就離開咗啦。李瑞香記得過程當中曾經提及鄺港智係被通緝，當時覺得驚啊。陳官即係陳廣慈法官就指事件一定刻骨銘心啊。追問警員有冇提及，或者李瑞香有冇問及鄺港智點解會被捕被通緝㗎？不過李瑞香而家就話事隔多年啦，都唔記得警察做咩上嚟揾人或者尋人通緝，或者自己有冇問過，唔記得啦。鄺港智回電話與鳳媽共遊海南，稍後返港處理。李瑞香事後呢就致電阿細仔鄺港智不果，打唔到啊，咁啊再致電阿蔡天鳳即係新抱。後嚟鄺港智就回電話而家喺海南同阿鳳媽玩緊啊，返嚟會同警察講㗎啦。自己其後就再致電佢嘅丈夫鄺球，對方回應指唔使擔心，冇事嘅，我會同個仔搞掂。李瑞香後嚟就得述鄺港智係同同學炒金有拗撬，鄺港智其後就話俾自己聽，搞掂啦，媽咪，唔使擔心。鄺球亦都話賠咗錢俾人㗎啦，解決咗，冇事㗎啦，唔使擔心。李瑞香話自己都知道鄺港智經常同張燕花即係佢親家去海南遊玩㗎啦，所以就冇留意呢一件事啦。